大人的根据马浪啊，今天呢是么听说是是吧？我们第40届大局祈愿法会，给当我这送去给人不得，是这次法会的今天是下次前给当你行的拖了呀，课程。他妈的这也就是讲那别个么借经过了今天这个解讲啊，机会，首先给了要给出中问候国是先不去了，尊贵的国就像师加查仁波我有切当年在那说个这边过那把他，当然至诚是给礼敬老仁波切，多么开心那把，还有所有的上当然是师、给诸古堪布仁波切们，还有与就会的这类的。僧伽大当然众们，是这个真的同样啥还子好生的有偏偏这天来自世界各地这当然上呃参加这个祈愿法会的蛮不错的所有的这个法友，喜马拉雅这个很蛮不错多我的们藏族的同胞，他们还有来自喜马拉雅地区的法友们，首先这里问候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勒。但对的呀，那么今天呢？也的根据我们听习主备给我这个的了呀，当然觉得那么也就是我们给高级学院法会的从不是先不前行，错呢，和当然过去几届我这法会不太一样的啊，是，个人很家呢，殊胜的那等这个由先行国师加禅仁波切不是会给予我们灌顶，可以的，也就当然是那我大日经讲给或说大毗卢遮那成佛这神变虚的灌顶。我嘛应那个注意干嘛干啥的呀？那关于这个灌顶我们面或者说这对的个法，这个前沿给不给的吧？东西，从晓得过去呀？那在我们对些，自宗俺的伽玛嘎举当中当年，就有这样子的讲说他说的他教做这学灌顶的传统。他的这个这但个前沿，后来一段时间呢，就比较式微了。开心不这个前沿，两把这么多嘛设备个，当然是配的呀，上下来呀，具体细送过来的，到底那么根据刚才的这具体细。在藏地，我们说这个密续四部序这个典是都有弘扬的。全马上来说不行，这里那么，前面在我们噶举派里面，因为行序的这个在那点呢，大日经或者说大毗卢遮那成佛身边序的传承比较式微，所以就有一点像就不完整了，就是四部序就不完整了，自宗里面。很可惜，就是那么是说呢，所以这也就才是只是这到时次非常候这个恐怕，殊胜的原因。讲过恐怕之前都是想去滚对呢，那因为国别师家长摩当然切，讲给往世界他上，世界从上不这个上啊，世萨迦法界给王那里印度的得到了这佛教，个灌顶。世界上，那仁波切不印度啊仅得到这个了这个灌顶，都往而且他古也代的呀，圆满了那这个法的修都是持。被那时候都是这样，古城而且为了印度我上们接下去来这2天的灌顶，提出来，仁波切还这提早到菩提伽亚，送过来的。然后来闭这里就是关跟说呢，的修持，生意所以这大概是非常难得跟一年感恩的。都是这里所那对的以了呀，接着也是会有过2天会有说的呀，前行，然后会有正行的灌顶。那文章给过的，所我这以我想里有在仁波切这些给予这个灌顶有什么之前，这里头，我想先这里简单介当年绍一下这当这个行部的密序，也就是大毗卢上下遮那成佛这个最大的最身高边序的当年确实介绍。这当啊，就一去搞不了嘛，我们把了至于这西个密教方的红传的过程第二个就细节，一去搞不了，其实我们在下期课程，也就是关于这密教的内容啊，对呀，上下来是会比较过一去详细过去。的讲说，这所以当给今天呢这就不细讲。上啊啥的，那推着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密教啊，它的红传，简单来推着说，最主要是在他说的，推着对面的改变不了的呀，就是7世纪上啊大还有概在8世纪之间，你好给手机卡了呀呢，上啊给对吧？信徒大概全部从当过然去生活后的，当然是推个破些，太怎从么七世纪到说了呀？八推破些世纪呢，在印老了呀，度还有周边地老区，我嘛，这个当时密教是最当然是鼎盛的时期，送啊啥的，当然也是就是大约从那个啊，时候开始，世界网站给这个个女个主编的，当然新这给，时候的这米林的，全了说吧，大乘内少部就逐渐发展出这出像是个，陀罗尼啊，出这还有些咒术、那么观修上了些，次第，还有仪不轨错的等等这些这些元素哦。也是。当然新给推荐不了呀，提不起没有给拿了来呀，但是古旧当我们这前面那么啥不清，什么的，大家上啊啥的。
所以就呈现出一种就是统一的一种整合的一种形式出现。同时呢，这时候大乘的佛教呢，也呈现出一种比较浓厚的神秘的色彩。当我们谈到大乘佛教哦，我们都知道会有中观跟唯识这两个大的宗派。所以这两大宗派呢，也开始借由这个可以说这种比较神秘的这样的一种直观的修持哦，来支持整个密教的实修。同时呢，这两大宗派也认为哦，就只有透过这种方式哦，才能够达到最终的这种成就的一个目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不修持密乘的话，也没有办法达成最终的成果。所以这就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哦，就有这样子的一种见解，逐渐的形成。所以呢，这种密乘的可以说是比较神秘的、隐秘的、这种直接的、直观的修持哦，在大乘佛教里面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同时呢，也是整个大乘的见解或者说这种学说最终的啊、这个归宿。那在那个时期，很多卓越的这些大乘的论师们，他们在见解上、思想上，虽然依循的是像中观啊、唯识，还有中观瑜伽行派，或者说如来藏学说，但是呢，他们在修行的实践上，都已经开始遵从可以说是密教的各种的这种规则、各种仪轨等等。那大乘佛教朝向这个密教的思想逐渐演进的，它的这个轨迹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这个勾勒出来。其实呢，密教的这样一种实践的特色，并不是只有在大乘佛教的思想中发展。可以说，其实就是大乘整个见解，或者说他的学说哦，强调就是原本的这种神秘的这种倾向，还有各种礼敬礼拜的这种要素哦，所以而发展出来的一种实践的一种修持的一个可以说是大乘见解实践体系的一个体现，这就是大乘的密教思想。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我们来看哦，我们说大乘毗卢遮那成佛序，或者说还有一部叫《金刚顶经》哦，就在密教历史上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因为在日本哦，特别重视这两部序，一个就是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再一个就是《金刚顶经》。他们会说有两种坛城，一个就是呃这两个。
所以呢，在日本的这些纯密嘛，学者哦，就将这两部序《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还有《金刚顶经》的密教，就称为叫纯密，也就是纯正的密教。什么是纯正的意思哦？是它是相对于之前的密教呢，比较没有组织，或者说是比较片段的。譬如说，我们在藏经中也会看到会念诵很多的咒语啊，有一些记载，会有说念诵这个咒语、那个咒语，都是比较片段式的这种密教。所以，相对于那些片段的、没有组织的这样子的密教的内容哦，这两部序《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还有《金刚顶经》哦，就是纯密，它体系是完整的。那么，其实，在印度哦，还有在西藏，对于这个密教经典也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刚刚我们谈到是日本有分为这个纯密，还有它是相对于没有组织的那种叫杂密哦，所以有这样子的分类。同样呢，在印度和西藏也对于密教经典有不同的分类法。举例来说，在西藏我们会说叫做四部序典，或者叫四序。所以如果对应日本的这个分类法呢，日本是没有这样的四序的说法哦，但是很类似。所以如果说我们对应来看的话，像在西藏啊，日本所谓的杂密哦，其实就相当于这个世序。所以就是藏传佛教说的四序当中的事部、行部，也就是事部或者说世序的内容呢，它是属于在日本的所谓的杂密。那么再来就是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呢，那在藏传佛教里面会认为它是归类在行序哦，所以世序之后行序。再来一步呢，就刚刚谈到的叫《金刚顶经》，它呢被归类到哪里呢？就藏传佛教将这部经《金刚顶经》归纳到瑜伽序，所以这前面提到日本啊也很重视《金刚顶经》。那么再来之后，后来还出现的关于《金刚顶经》系统的这种各种密教的经典，就被称为叫无上瑜伽序了。这就是西藏的一个分类，跟日本的分类法的一个对应，这也是日本学者有提出来的。总之呢，刚刚谈到这些，在日本也好，印度或者西藏的藏传佛教的对于密教经典的分类方法，其实都是依据这些序典啊、典籍它的内容来划分的。当然，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可以说重要性啊，或者说可以说一些价值上来做的判断跟分类也是有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如果从经典它的历史，就是这部经成立的历史顺序来看的话，像日本的学者会说他们就分日本学者就将密教就分为中期、初期啊，还有后期的密教。所以日本学者譬如，就将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一般我们会称叫大日经哦，或者说金刚还有金刚顶经这样子的密教呢，称为叫中期密教。然后在这两部经、这两部序之前的，就称为叫初期密教。然后在这两部典籍之后的，就称为后期密教。他们认为呢，以这样子来按照嗯呃这个经典它成立的顺序来看的话，这样子分类也是可以的，就是密教分为中期、初期跟后期。那么讲到我们藏地的传统，那对于密室的分类哦就非常丰富了。譬如说有分为2类，或者分为到7类，有很多种种不同的分类方法。所以可以说最少有分为
两种密序，或者说分为最多7种。但是呢，最广为人知的，或者是最通行的分类方法，就是4步密序这样的一个分类。这种分类方式在藏地是流传最广的。但是呢，呃特别是宁玛派他们比较特别，只有宁玛派主张了这种9乘次第的分类方法，也就是将新义派的密序分为事部、刑部、瑜伽部等等。那除了这个宁玛派9乘的次第分类方法之外，像噶举、萨迦、格鲁觉囊还有夏鲁其他教派主要密序都是分为4部。那么这4部的分类主要依据的是洗金刚的释序，叫金刚目，里面有一段说：为下根者说释序，为上根者说行序，为上根众说瑜伽序，然后再来为更上者说无上瑜伽序。所以我想，这应该就是4部序典分类方式的一个出处。那么这样子分类的理由就有很多了。为什么分成4种就是4部序典、4部的分类。譬如说洗金刚还有胜乐金刚的共同释序叫和会序，里面就有提到孝事执守二相报共4种蠕虫之方式安住4序等等。那比如说格鲁派最主要的将密序分为4部的主要理由，他认为就是这里提到的贪欲为盗用有4种不同类型所以将转为盗用的序典也分为4种不同。这是格鲁派认为密序分为4部的主要理由。但是呢，比如说萨迦派的看法不太一样，但是也在这个基础上那萨迦派主张是4部密序分类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世序呢没有自身尊，再来行序呢虽然有自身尊但是没有引请智慧尊，或者说引请智慧萨埵这个融入，没有这么一段。再来呢，瑜伽序虽然有自身尊，还有智慧尊、智慧萨埵融入，这2部分都有，但是呢，最后要祈请智慧萨埵离去，智慧尊离去。然后无上瑜伽序呢，有自身尊，而且呢，自身尊的智慧萨埵不必祈请离去，等等有这样的说法，所以分成有4部密序，这是萨迦派的说法。另外，关于密序分为4部的理由，还有一种说无上瑜伽序呢，对应的是首陀罗种姓它是依据4种种姓来分。瑜伽序呢，对应的是刹帝利，行序对应吠舍，世序对应婆罗门。所以这又是另外一种分类就是针对4种种姓来说4部密序。换句话说，4种不同种姓的人都可以做修持。另外一种说法，为了调伏贪欲很重的人说无上瑜伽序，要调伏贪嗔恚重的说行序，调伏愚痴说世序，为了调伏3毒不定的而说瑜伽序。所以总之呢，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不用再说太详细了。但是呢，从次第上来说呢，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刚刚谈到的《金刚目》这部注释当中有提到，为下根者说是序，为其上者说行序等等。所以次第来看，就是藏传佛教普遍认为最低的是世序，然后慢慢往上世序、行序、瑜伽序，到最高是无上瑜伽序，是这样的一个次第。而且呢，要次第修学是很重要的，就是首先要修持世序，然后呢，这个行者才进入到行序，所以这是有次第修学是很重要的。像是在洗金刚当中就有提到，知咒次第已有，始修洗金刚。
所以这里面就提到说，就是你要像是走阶梯一样，必须一个阶梯循序渐进的方式做修持的。所以像宗喀巴大师在他的正道歌叫《善缘颂》里面也有提到这么一段说：未达下三部密室道理，纵然认定无上瑜伽序，为一切序部中最殊胜，如此善言，亦仅成空言。所以意思就是说，就是还是必须要循序渐进的，不能说只是知道认定无上瑜伽序多深奥多殊胜，只是嘴上这么说说，但如果没有从基础去做修持的话，这样子的善妙的见解也是成为空言。同样，在宗大师的《密宗道次第广论》的章节一部分有提到说，若不详细的知道明了下三部序有什么差别，就不可能知道上部的，就是无上瑜伽序的不共的特点。之前呢，我有学习过这么一些内容，那么像我们做无上瑜伽序的修持，它整个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事部、行部跟瑜伽部。换句话说，这个基础的确就是从事部、行部、瑜伽部，它等于说一切的这个基础，那么才有可能进入到无上瑜伽序的。不然，如果是想要说一下就跳过这所有的基础，就进入到无上瑜伽序的话，那么是会有困难的修持上。好的，大家先共茶。所以呢，我们要越是学习这些比较高深的内容之前，必须都要先有很好的基础。我觉得这是修学密乘的一个重点。同样呢，就像我们平常做供茶的时候也会念诵“世行于伽四部序，本师亲口所宣说，外内密之，尊重前，恭敬献上此供养”。所以，我们平常供茶都会有这样子的念诵这个供茶文的。但是呢，就像我开头提到哦，我们自宗的这个四部密序体系哦，是完整吗？其实并不是很完整，过去是很完整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自宗噶举四部密序体系是并不完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譬如说事部里面的。除了有阿处佛修持之外，也没有其他太多了。那行部可以说没有。那么瑜伽部呢？
有这个大日如来等等。所以如果说四部密室体系不完整呢，那换句话说，就可以说密乘不是很圆满了。可以说密咒的这个教法就不是圆满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缺憾。所以我想也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了解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是讲回到我们现在的这部形序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一般说叫大日经哦。过去噶当派的祖师们对于要获得这部序的灌顶是像渴求水般，就是非常非常的迫切的。过去历史上传记里面都可以看到。同样呢，从这部序典，如果我们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譬如说历史上看到早期的像中国，还有后来的像日本等等地方，都被视为是这个密咒里面、密乘里面最重要的一部典籍。所以，就像前面有提到日本学者他们的一些说法，就是虽然律藏还有经藏里面都有提到很多陀罗尼咒语的片段式的，但是呢，这些很多都只是，比如说要息灾呀，或者是这个祈福啊等等，这些是一般共同世间的悉地的，得到这些共同悉地的一些方法。至于说要具足殊胜的悉地，成就殊胜的悉地，也就是成佛之道，比较完整、有组织性的密咒典籍呢，就是那两部，前面提到就是只有这个叫《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跟《金刚顶序》这两者。因此从佛教整体，而且从整个密乘教法整体的角度来看，我们这次要给予的这个灌顶，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真的就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如果很好，我们能够很好的维护这个传承，噶玛噶举的法宝法脉就会更加的丰富。我觉得这也是对教法的承事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利益是很多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再三的祈求祈请尊贵的国师迦禅仁波切，能够在这样一个殊胜的噶举祈愿法会上为所有的僧众法友给予这样的灌顶。所以呢，希望未来也可以针对这个金刚顶序，也可以再给予这个灌顶。我觉得这两者，我们换句话说，一个是台藏界，一个是金刚界，或者说一个是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这次给予了，但未来也能够给予金刚顶序的灌顶，那会更圆满。那么，总之呢，讲回来，我们前面简单谈到说，从呃有提到密乘可以说初期到中期，还有后期，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循序渐进的模式的。但是呢，要很明确的区分说，这个初期密教还有中期密教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如果呃要对于初期密教还有中期密教这两者要做一个所谓的再提醒一下，就是初期密教就是最开始的比较杂密就是在很多佛陀当时可能针对不同的人，经典记载下来的很多各种的咒语等等。但中期就是指说后面出现的像大日经等等这些那这两者的差别如果要列举的话，两者的特色大概可以说归纳下面几点。第一个就是初期密教通常遵循的是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佛他的一个说法的形式。
譬如说有这个什么大孔雀咒语啊，等等等等很多咒语哦。那这些咒语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主要是获得现世利益为目的的，也就是一般说叫共同成就。譬如说会要消除这个毒害啊，所以要念诵这个大孔雀明王经。譬如说，呃，如果有行者被这个毒蛇咬了，为了驱毒哦，消除这个毒，所以念诵这个大孔雀明王的这个咒语。所以可以说，这些早期初期的密教都主要是以现世的利益为目的的。然后呢，同时会以各种的仪轨，譬如说礼拜的仪式为中心的。而且历史上来看啊，虽然初期的密教已经有这种曼陀罗，还有这种手印叫印器，还有一些真言，还有观修法、观法，很多这些元素是有的。但是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哦，并没有受到重视跟解释，就是觉得曼陀罗就是曼陀罗，手印印器是印器啊，真言是真言是分开的。同样呢，在初期密教里面也看到具有曼陀罗，或者我们一般叫坛城曼陀罗，但是也都是还比较在雏形哦形成过程的阶段。那至于说中期密教当中呢，就是指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还有金刚顶经，一般说叫胎藏戒、金刚戒哦，这样的内容呢。譬如说毗卢遮那如来就是教主，然后成佛就是最终的终极目标了。同时呢，你从这个中期密教的这两部典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已经展现出结合了大乘思想还有密教的实践的这种密切关联性的一个融合，都已经展现出来了。同样呢，在这个修行法方面呢，也重视三密的相应，就是身口意三密的相应。还有呢，各个本尊也都要依照一定的这种见解，然后观念，然后被放入到归纳入这个曼陀罗整个这个组织当中的。所以这是相对于可以看到初期密教是比较现实利益为目的，而到了中期密教，这个像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哦，金刚顶经为主的，为代表的，可以看到是以成佛为终极目标的。像是藏传佛教里面会针对于有一部这个药师佛的仪轨哦，有一个争论，到底这部药师佛的仪轨是属于经乘、显乘还是密乘？我觉得呢，如果依照过去，就是真的看到过去这些藏传的大师们哦，因为见解太丰富了，的确要对于因为密乘有不同的分类法嘛，所以要说清楚到底药师仪轨是属于显乘还是密乘呢，是的确不容易说清楚。但是呢，如果从日本的密乘里面来，或者日本的学者来看的话，可能反而比较容易说清楚。譬如说，日本佛教学者来看的话，像是就可以说很清楚说到这些像大乘经典里面，它会有很多咒语嘛，或者不只是这些咒语，甚至是小乘的，不只是大乘，像小乘的很多南传的典籍里面也有很多的咒语。所以，如果从日本佛教来归类来看的话，这些是属于杂密。所以这时候，日本学者会认为这些杂密的内容呢，并没有很完整的这个讲说说这个成佛的这个终极目的并没有。所以呢，而是到了就像我们前面谈到的，到了中期密教当中啊，
才很清楚的就是毗卢遮那，就是毗卢遮那佛呢是教主，然后很清楚的说成佛是终极目标等等。所以我觉得这里谈到了这样的观念，杂密纯密的观念来说，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好，我们30分钟休息一下。다시 한번요. 那么接下来，땅아주 되래. 가수래. 这里我们要讲的 규규나네 是 송규리야. 依照藏传佛教的说法，一 다 个传统， 상하기 규기야와 체백거리야. 也就是密乘，有分成4部密序，就我们在之前有谈到过。那么4部密序当中的行序，也就是说，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哦，是属于4部密序中的行序。那么，为什么这一部序是属于行序呢？在总集智慧金刚中提到，精勤修持广说种种事业之序典中所说的首因与观想之相，其所成与能成，即安住于行序中。这句话的大意就说世序呢，广泛的开示了外在身语的各种作为，也就是说，比如说世序里面会谈到很多要洗净啊，然后要注意这个清洁等等、整洁等等，有很多的作为。那么世序当中精进提到的精进修持实践，这里面有世序提到很多这些要精进修持实践的各种手印跟观想之相。这些是外在作为上的各种的行持，这些是属于世序。那么内在心的三摩地呢，则相应于且而修持，所以称为行序。那么，如果我们要谈说行序它的事例有什么，那一个最主要的典籍就是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那么除了这部序典之外，那还有哪一部序典可以就是有什么样的事例，又有什么样的序典典籍可以被认为是行序的典籍呢？那这一部就是叫金刚手灌顶序。那么同时呢，行序也分为3种部族，譬如说如来部、莲花部，还有金刚部。那么其中呢，如来部的序典就是大毗卢遮那成佛身变序，这个在藏文当中有。再来莲花部的序典呢，就没有传译到藏地。再来金刚部的序典，就是刚刚谈到的金刚手灌顶序，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说，藏传佛教当中，形式当中的如来部序典是有，金刚部的序典是有的，但莲花部的序典呢是没有传入到这个藏地的。那萨迦派的这位大师叫我谦公告桑波呢，他认为说呢，只要是直接开示自身尊，而没有引请智慧尊融入的密序，都是属于行序。所以他认为行序的典籍其实是比上面我们刚刚谈到更多的。所以在他著作的行序总义有这么一部当中提到说，藏地有9部纯正的行序，包括了文殊根本序啊，叫独永成就啊，光明天女仪轨啊，不动明王仪轨，调伏不多序等等。像其中的调伏不多序的这个的灌顶就收录在第9世法王的一支全解的这个随许灌顶集当中。所以呢，噶玛噶举传承当中似乎也有这种序是属于行序这样的一个说法。
但第一个的这个举行的关系来说嘛，不修么子，但做的那我这样下的个吧，那我这先要是做不得了呀，那不那这些我不长久，那不就不清洁了不清洁了不新都给不到的，往外给不现在去给那么长时间，看到才下所以场。呢，其他就不多说。那么大毗卢遮那成佛序哦，它的全名叫做大毗卢遮那现正圆满菩提示现神变加持广大金王，所以它是叫金王哦，所以或者叫大日金。现在大举生了这个东多生了这个第一个理解了个价位的，那总之呢，这样一部典籍呢，是还没有找到它的梵文原点是哪里的。但是这部典籍当中的部分的内容呢，可以经由其他的经典还有论著中都有引用过，所以从那些引文当中呢，可以看到一个大概。据记载哦，在开元12年，也就是724年，有一位一行法师，他当时担任的是比寿，然后再有一位叫单无畏，他翻译为汉文，这单无畏他翻译成为汉文。这个是最早的一部译本。这一部的原本呢，它是他认为呢，被认为是7世纪末的时候，在印度缘起的一位僧人啊，叫无形，就这位无形僧人的一个遗物。那么这一部就是在汉文当中的这一部《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呢，它全经哦共有7卷。那前面的6卷它有31品，是主要的中心的经典。然后第7卷的5品呢，主要是附属的内容，就是附属在这些前面几卷31品中心内容的这些供养法。这是中文的译本。那么藏文的译本啊，这部经典是在9世纪的时候，赤祖德赞的时候，由一位印度的堪布叫施利兰达菩提，他主教译师他主要翻译，再由这个主教的译师叫本迭巴泽翻译，然后校订的。那藏文版的这部序典啊，它有根本序还有后序2部。那根本序有25或者说有26品，那根本序就叫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有25或26品。至于后序叫密咒最胜次第分，有7品。那至于这部序典它是怎么宣说的呢？它宣说的方式，我们从这个全智布顿大师他所写的叫序部总义中有这么提到。他说，当时呢是大毗卢遮那，就毗卢遮那佛，他以报身相在密言刹土宣说这个大乘法，然后所以他是以毗卢遮那的化身相，然后在须弥山顶示现色身宣说密咒，然后再以毗卢遮那化身释迦牟尼佛像在灵鹫山呢宣说显宗的经典。那么请法的人是谁呢？主要是金刚手菩萨以他为首，所以就是当时由金刚手菩萨向毗卢遮那佛请问了要怎么升起菩提心等等，什么是菩提心，还有如何升起菩提心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所以就说出了这样的根本序还有后序。刚刚谈到这部序典有分根本序跟后序，后序呢只有7品。
那同样在布敦大师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哦，现存版本虽只看到是这样的内容，但后续呢还没有完整，因为呢注释中引用的很多后续经文哦不完整。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叫佛密论师哦，他所写的叫《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注释》里面呢，引用了很多这些后续的经文，呃，但是藏译本当中呢，并没有这些内容，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제가 부대를 무시기 유리 주남 나눠래야네. 所以刚刚谈到这位布敦大师哦，他在序部总译 남남문장기 中 대외 나눠래야 유치면을 잡아게 就提到，롱탁해지. 아니呃다다 벽에 돌려야 유시야 유치면 뒤 나눠래야. 这样的一 내가 段内容。 유수 안에다 那他认为说 유치면이 不完整的原因 다 是因 벽에 为 유시야 有一位 유치면 佛密论 뒤 师 내용을 写了 맞아 对于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的注 다시 释， 숭야 里面 대신 就引用了一 이상계 些 사회 后续 제자에게 的经文，但是 남남문장 这个 대외 后续的经 나눠래야 文在藏译 유치면 本的后续 롱탁해지 呢，并没有， 다다 벽에 所以 돌려야 会觉得，유시야 所以布顿大师认为说后续并不完整。 뒤균선된다. 다다 공 송과 김선업디 부대는 송과 김선업 바지 되는 심자. 음. 드레이드 산에다 갸게 나로래야 양 가르치는 줄 알았다. 갸게 那么在汉译 나로래야다. 本里面呢，리우 前面 아마르디 的 죄자 아마르디다. 가져라. 당기 공시원한 신기. 반부. 반복 아마 출디. 다 죄자 아마르디 차례요. 那么，如果我们比对一下汉译本跟藏译本哦，就是汉译本前面6卷呢，对应到的是藏译本为7卷的29品。那么，很多一些学者认为哦，这个汉译本里面第7卷主要内容是供养法嘛，他们认为那是汉无畏哦，这译者他本人所写的。那么，然后藏译本当中对应的第7卷的那个部分呢，被收入到丹珠尔，然后是冠上的是其他人的名字。那么，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里面，第1卷叫做入真言门住心品。这个是中文的译本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名称，入真言门住心品。我不确定藏文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品名哦。那这可以说是一个关于在讲升起菩提心的一些内容，所以它在见解思想上是很重要的一品。主要相对于之后呢，第2品以后主要讲的是像曼陀罗啊、应气啊、真言的比较是实践的层面哦。所以在第1品，就是对不起，第1卷里面的入真言门住心品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金刚手菩萨、金刚手秘密主向毗卢遮那如来来提问，总之问到说如何得到智智的一切方法。还有理论，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那这是最著名的3句，可以说就是这一品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也可以换句话说，也是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3句，就是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这是很著名的3句。接下来呢，关于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它的由来是什么？那关于这部序典的一个成立当代很多学者认为，在这部序典之前，其实已经存在了多部可以说叫先驱的经典，譬如说有翻译到汉文的汉译的经典当中。在这部序之前就有像几部譬如说一部叫《陀罗尼集经》，
还有一字佛顶轮王经，还有苏悉地经，苏婆呼童子经等等哦。另外呢，在藏文翻译藏译本当中呢，也有像金刚手、灌顶序，还有金刚摧破陀罗尼等等哦。这些都被认为是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的，可以说先驱的经典。所以被认为说，刚刚谈到的那些典籍哦，对于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的成立哦，提供了很多的素材。目前的一个这个定论啊，是认为呢，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它是成立在这个7世纪中叶左右。所以呢，这时候我们就会谈到像玄奘大师。当时呢，因为玄奘大师就是在7世纪中叶哦，他的一位大师，他在公元645年之前哦，他游历印度，还有撰写的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呢，并没有关于密教的记载。但是呢，在685年左右，当时有另外一位游历到印度的大师叫义净，在他的这个书中就提到，呃，他说晋文最近听闻到真言教法，所以晋文真言教法，然后他说随国普及，所以就是说，现在大家都对于这个真言的教法是非常的普及，非常喜欢的，等等，有这么一段话。然后前面我们有提到有一位无形这位法师，他7世纪就已经得到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的梵文原点，然后再比对考虑到这个玄奘大师的时期哦，来看的时候，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呢，就被推定是在7世纪中叶。也就是玄奘大师回到这个汉地，然后再到无形还没有来到汉地之前，所以中间就有这么一个中间时期。所以总之就是有这么一个中间的时期。因此呢，这部剧就被推定呢是在这样一段时间当中，就是7世纪中叶。但是呢，另外一个角度是说，因为玄奘大师哦，他为什么没有记录这个？为什么没有记录说有密序，或者说有这么一部序典？是因为一种说法说他对这个密教是不感兴趣哦，所以没有记录。换句话说，这一部序典《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的成立，可能呢比这个时间还早，只是没有被记录而已。所以总之呢，定论会认为说这部序典是成立在7世纪中叶左右的一部序典。那么它是编纂的地点在哪里呢？也有不同的说法。譬如说，有说是在中印度的那烂陀，还有说是在西印度的叫拉塔这个地方，还有南印度，还有说是在阿富汗的一个地方叫加毕市这个地方，也有说它是在北印度编纂的。但是这每一种说法呢，都缺乏很确凿的这个证据。
但是呢，可以推论的是，因为当时哦，佛教可以说整个教学的中心就是在这个那烂陀，所以说，所以这部序典是在中印度那烂陀编撰的说法比较可信，或者说是在西印度地区成立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但无论怎么说，总之呢，推测是在8世纪初左右吧。这部序典《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呢，就已经传到了西北印度。当时是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部族，叫做拉杰普特这个部族，还有一个民族叫做山岳的，就是这种民族之间，特别传到那里去了，西北印度。所以，总之就是在8世纪初哦，这部序典特别在印度的西北方哦，已经传到了那边了。那么还有就中国还有日本的一种传统的说法哦，认为说这部序典《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它有2种原点，一个是广本，一个是略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他们认为说现存的汉译本哦，或者藏译本，他们认为说是从这个广本广本中抄录出来的略本，所以他们认为还有一个广本。那个广本是什么呢？它有多少内容呢？它有10万颂，有300卷这个广本。所以从那个广本抄录出来的略本，就是现在汉译本跟藏译本的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这种说法其实也是有依据的，因为在唐代的一位法师叫一行法师，他写了《大日经书》，也就是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这个《大日经》哦，《大日经书》在第一卷中就有提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另外，日本密宗很著名的一位大师叫做空海大师，那么他也受到了唐代这位一行法师的说法哦，所以他写的叫《大日经开题》这部著作当中呢，也提到说，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或者说大日经，除了广本、略本2本之外，他说还有第3种版本。但是呢，呃，前面我们谈到哦，还有一个广本，但是呢，现在很多的学者认为，因为他们从各种记录当中去研究，发现都没有提到广本的存在，所以很多当代的学者认为，哦，广本还有一个广本的说法，可能是信仰上的一种产物。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哦，如果考虑到前面谈到附属在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有很多供养法、成就法，还有刚刚也谈到很多先驱的经典，所以内容其实的确很多很丰富。所以换句话说，这部序典的确是从很多各种的附属的内容、先驱的经典所归纳而成的一部略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广本的存在也是有可能性的，并不是无稽之谈。不过，总而言之，现在当我们谈到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也就是大日经的时候，指的就是现存的所谓的略本。那么至于说针对这部经的注释哦，在汉地呢有汉无畏，还有一行整理，就是由单无畏所说，由一行记录整理的大日经书，这是唯一的一本。那这部唯一的在汉文当中的针对于大日经的注解，大日经书呢，总共20卷。
之后呢，还有两位叫做智妍还有温谷，对于这部《大日经书》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校订。那个的版本称为叫做《大日经》，啊、大日经义释》，有14卷。然后在日本呢，密宗的行者主要是以书为主，但是呢，天台宗的行者呢，主要是以后者的智言跟温谷所著的这个为主。所以在日本有密宗跟天台两种行者嘛，密宗的行者就是依据《大日经书》，天台宗的行者依据的是《大日经义释》这样子。那么藏传佛教里面来看的话，有译成藏文的是8世纪的由佛密论师，他撰写了摄义还有广释两种注释书哦等等。总之呢，在藏文里面有2部这个注解，然后还有另外第3、第4本等等。那么这部典籍哦，《大日经》哦，在汉文跟藏文之间，在词语上各品的排列顺序上都有一些差异的。同样，在几部刚刚谈到的注解，比如说《大日经书》《大日经义释》哦，还有佛密广释这藏文里面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等等当中，总之比对起来，你会发现都有一些细微，但是不可以忽视的一些差异。从这里面比对下来，就可以知道一点，就是说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哦，从最开始编纂以来，过程中哦经历过非常多次的一些修订。好，所以以上大概简单的讲到了大日经的这个成立，还有它的一些译本。那接着我想谈一下这部典籍哦，红传到我们实修传承噶玛噶举的一些经过。那么，这部序典传到噶玛噶举的经过，我们从目前可以看到的，像第一世噶玛巴杜宗前巴，还有噶玛巴西的传记里面，并没有看到里面记载说他们有听闻过这部序典的记载。但是在第三世噶玛巴壤琼多杰的他的寄送体的自传中提到，为圆满大事吉祥乌金把法之密意故，于善知识公告顿珠前，听闻十轮世序等等等等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又提到说九种佛顶毗卢遮那幻化网有这样的一段。所以就是这句叫九种佛顶，然后毗卢遮那幻化网，重点就是毗卢遮那幻化网哦，就是第三世壤春多杰自传里面这一句哦。有一部著作叫《月之水晶漫》，里面呢，他将壤春多杰的这一句毗卢遮那幻化网是分开解释的，他将毗卢遮那
分开，那个换网分开。分界呢，这里送多啊，这张几大能源，呃，那么均值潮啊，是就所以一般要的，来说呢，那么均值潮啊，幻化网是就要的，通行的有3种啊，里面这个就有一个潮啊的，那么就均值潮啊叫做的毗卢遮那幻化网式，另外2个是文殊幻化网式，还有金刚萨埵幻化网式。所以《掌中多杰自传》中提到的毗卢遮那幻化网，那究竟它指的是大家都知道的毗卢遮那幻化网是，还是像司徒仁波切的这个教示里面就是月之水晶鳗这个教示中将毗卢遮那分开，幻化网分开，就是将毗卢遮那解释为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幻化网式呢解释为另外一部序典。到底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如果按照司徒仁波切所说的，壤中多杰呢是曾经听闻过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所以这个大概是这部序典最初传入噶玛噶举。如果我们说什么时候最早传入噶玛噶举大概就是在第三世法王噶玛巴壤中多杰那个时候。文文龙名啊，句吧，我说他看谁学的干的啥了？干嘛不出不同的那个，搞不清楚的，干嘛不出不同的那个？那么关于这个这个了嘛，他谁灌顶把这些那或者不熟了嘛？最更清楚的一个记载是第六世噶玛巴通王敦殿，他跟随布敦大师的弟子，也是声名英明是叫仁谦南嘎等人的弟子，叫夏汝旃陀罗巴，也叫做达瓦巴，叫月吉祥从他那里听到的。就听闻了大毗卢遮那成佛身边序，所以这个大概是这部序典就特别独立的这个传承，在噶玛噶举当中红传开来的最开始。所以在噶举经曼传记《月之水晶曼》里面就有提到第六世法王噶玛巴通王对的这个传记，就有提到他跟随月吉祥，就是达瓦巴仁波切那里听闻到等等这些内容。当时有一次，这里面就记载，当时噶玛寺比较多采用的是格鲁派的密咒仪轨来进行修供，所以当时噶玛巴在主持法会的时候，有位种忍不切，他就问到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噶玛巴就回答说，因为我们没有自己这些仪轨文本。当时的这个种忍不切就问说，那仪轨由我来撰写是可以的，所以当时就撰写了这个金刚界修供贪嗔仪轨还有红观音的仪轨，还有我们像现在的呃马哈嘎拉的一些仪轨等等，还有像护法的鼓舞，还有唱诵等等。另外呢，还有一部叫《金刚界坛城仪轨》，叫善缘喜愿当时呢，就是国师八九敦珠还有长巴桑波等人在他们的劝请之下而撰写的。所以总之呢，通往顿殿第六世法王他是从达瓦巴那里得到了这些灌顶，然后之后呢，通往顿殿确实将这个法又传授给国师八九顿珠，还有本高瓦长巴桑波。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么一段传承呢？因为桑杰年宝扎西巴州，他跟随国师巴州顿珠那里听闻了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这个在噶玛巴米之多杰所写的桑杰年巴的传记叫《大灯马佛》，里面清楚记载这么一段，他说。桑杰拈把从菩萨搬出敦珠处领受了等等等等这些传承，里面就有提到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那同样呢，米之多杰呢，他也就是从桑杰拈把从他的上师那里有听闻到了这些秘法，因为呢，在
虽然说贤者喜宴中没有很明确的记载，但是呢，很清楚有这么一段话说，从桑杰尼巴米之多杰呢，从桑杰尼巴处领受四部密室主要坛城的灌顶而得成熟。所以呢，从这里可以推测，第八世法王噶玛巴米之多杰是跟随桑杰涅巴的听闻到这个秘法。而且呢，噶玛巴米之多杰还重新撰写了这个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的一个修供坛城仪轨，叫做月日微笑，或者说叫阴历微笑。总之有这样一部著作。所以这是可能不是唯一的一个文本，但是可以也是最早的一个了。总之，因此哦，这一次呢，国师家产仁波切授予这个灌顶，我觉得这跟过去是有很殊胜的因缘的，因为过去你看，国师当时通往顿敦就是为国师八九顿住是第一世家产仁波切哦传授了这个灌顶，然后呢，国师八九顿住第一世家产仁波切又将这个灌顶又传给了这个桑杰尼巴尔等等等等。然后又传到了第八世法王。所以这一次仁波切会传授给各位的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序哦，或者说这个大日经的灌顶，它是从八日译师，然后传到噶当派，再从布敦大师哦，然后还有仁钦、那木嘎等等传到了夏鲁，还有萨迦派。我之后呢，又经过了几位大师，传到了格鲁派上师那里，比如说杨大汉法主、也谢扎巴，第二是讲扬钦哲旺波，然后讲扬，图德尼玛，然后等等等等。那么这里有提到从爪贡den巴扎节呢传给萨迦派的讲扬钦哲旺波，然后蒋公忍不切也从蒋阳钦哲王波那里听闻到这个法，但是蒋公忍不切当时似乎没有特别弘扬这个法。总之后来呢，在萨迦派方面哦，有位周给赤谦忍不切，他传授续部总集灌顶传承的一个主要持有者，在他的一个传记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记载。总之有一次，他的侍者喇嘛到寝室里面呢，就看到仁波切很欢喜，然后呢，就这个周给之前就说到，今天萨迦法王来到这里，请求我传授续部总集灌顶。当初我没有答应哦，但是呢，仁波切很坚持，就是法王很坚持。然后同时，周杰之前也说，以前呢有一个叫康萨堪仁波切，他有这个灌顶的传承，就是续部总集的灌顶传承。但是现在堪仁波切已经圆寂了，所以他就说，除我之外，已经没有人有这个传承，所以他也不得不答应了，将这个深深的法供养给萨迦法王。他同时又接着说，他说。其实多年前呢，第16世法王噶玛巴让真多杰呢，在帕帕醒棍，就是尼泊尔那边，大塔那里传授口诀藏的时候，我也前去求法。当时呢，16世法王以大悲心啊，拍着我的肩膀，就说：“仁波切啊，将来呢，有一天呢，萨迦法王会向你求这个续部总集的，到时候你可不要拒绝啊。”而且呢，16世法王还说。我呢也会派几位这个族古呢到你那里来求法的。然后就给之前人们切他就说这真是受记啊，他就这样子对这个16世法王说。所以总之之后有连续3年哦，就这之前人们切他就在他就说就不用到这个兰皮尼的酷热中，是到了印度萨迦法王的住处那里哦。然后总之就以3年的时间就给予了这个世部总集的灌顶，主要是在这个 Rajput 印度 Rajput 这个地方，然后就是拉加普尔哦，就是萨迦派的这个可以说主座，然后本寺在那里很多很多的上师，各个派别的都很多僧众都来接受这个法。
但的呢，我嘛的个有梦听说说一个这里啊，呢，我记得好像是32届高举祈愿法会，当时我们迎请到尊贵的萨迦法王来到我们噶举祈愿法会。当时呢，萨迦法王就有说，他说16世法王噶玛巴，他说他跟16世法王是心意是很亲近的。当时呢，16世法王生病的时候，他也到了德里的病房里看望他。当时呢，萨迦法王大概也才刚刚领受完续部总结的灌顶，所以当时他就跟法王报告了这些事情，就谈到这个事情。那16世法王就跟萨迦法王说，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但同时也说到，序部总结当中呢，还有一些需要补足的内容，要更圆满的给予这个序部总结是更重要的。所以当时萨迦法王就有这么提到过，有这么一段历史。所以我们这一次呢，能够接受国师加禅仁波切来给予我们属于序部，这个叫做序部总集这当中的这个大毗卢遮那车全部申辩序。那我觉得这也就是圆满了16世法王的一个心愿啊。所以，我们这次能够从这个可以说，因为国师加禅节就是跟随萨迦派得到这个序部总集的灌顶嘛，所以我们能够再从国师加禅节这里得到灌顶，真的是要非常感恩他。同时，也祈愿仁波切为了整体佛教，也为了我们噶玛噶举派能够健康长寿住世。同时非常的要感恩也是仁波切哦，他当时呢特别前往这个萨迦法王那里求得这个灌顶，而且呢也在那里圆满了这个，在很多年前就圆满了这个法的修持。还有开头有讲到说，这一次仁波切为了灌顶也是完全没有轻忽的。他提早1个星期来到菩提伽亚，然后还闭关修持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有缘接受这个法的这个弟子要知道这不是侥幸的一个因缘，只是有很多很多历史的特殊的缘起的这样的一个法。而且我觉得也是符合16世法王噶玛巴心愿的这样子的一次观点，包括了前行还有正行等等。所以请大家都能够带着信心、恭敬心，好好的来接受这个观点。我想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好的。